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今日咱来开讲农业社会。较早饲鸡这款生活真济，甲鸡有牵连的俗语，即马嘛阁逐世界有得听。有人讲唔通小贪软鸡蛋，有人讲跋一岛去捡着一只金鸡母，这拢有人讲。搁来国情来招你同齐开讲一句。饲鸡起鸡，对啦，你甲想，较早伫咧鸡厝是伫咧入厝，拢着爱有迄个带路鸡。饲鸡起鸡，当然这是讲话音的。鸡仔的鸡拄啊甲成立一个鸡，即个鸡共音。啊，毋则讲真侪人吼，若做生意，也是讲做头路，拄啊好踮伫即间厝有趁到钱，到尾啊拢会讲哦，即间正正就是我的起鸡厝。意思就是讲，白手成家，做到有法度发展，做到有法度起家，事业的进展，拢是因为这间厝家底的。起家厝吼，我唔甘卖啦，较贵价买，我就爱考虑啦。起家厝这句话，就是对遮来。啊是讲哦，回乡农业时代，伫咧饲鸡，啊种种的辛苦呢。咱国情佮招朋友做伙来开讲，另外一句，即个讲饲鸡的时阵。甲做人的情理互相的牵连，迄鸡啊伫咧孵卵，你无论讲安怎甲鸭，伊拢无才调孵啦，着爱时机到，伊才有才调家己孵卵出来，互你捡啦。毋则即句俗语话讲，就说鸡毋正孵，这咧讲啥？这咧讲做人嘛共款啦。你若强度讲要逼一个人去完成一个代志，无法度讲照伊的心愿家己行，用强制，这拢袂久长。下句毋则另外有人接。讲鸡唔正孵，若人就做无事。这有个地方真正人安尼讲哦，你讲讲公平，做无头路啦。正经做出来吼，原来利落啦，原来对你是勉强交代尔，做袂十全啦。过来，咱第三句，咱做伙来讲有当中这个饲鸡、鸡条、关鸡这个经理，甲做人原来有牵连。原来咧提醒讲，上介好，咱是上种的代志，家己就爱检讨。这句俗语话就是咧讲鸡母唔乖，拍麻叶。对，以早吼饲鸡的时阵，你鸡母唔甲关起来，放出来安尼，咕，四鸡去走，麻叶要来夹鸡啊，剁一个就夹着啊。鸡母你若唔乖，家己要拍麻叶，代志无对源头，挽过树藤，当然就无法度解决。唔则讲即马，我哪有真侪家长，家己的事世厝人的囡仔，唔做好，行歹路。拢唔讲家己呢，拢怨叹别人，讲哦，迄拢当创的啦，迄拢一寡朋友伴后白甲牵。那阮囝本身是足乖啦，这正讲，就是现代咧形容讲，家母唔乖拍麻叶，家己唔讲，拢咧讲别人同款的情理。啊，毋则讲过去的俗语话，讲到现代还佫会当应用，嘛祝贺所有朋友听到即个甲鸡有牵连的俗语，咱做人唔通小贪软鸡蛋，跋一倒有当中啊捡到一只金鸡母。